大家好啦，我個名叫做鄭智恩，英文名叫 Samuel。今年就嚟25歲啦。咁我個人咧比較中意做好多唔同嘅義工服務啦，去服務社群，係俾人哋一種開心嘅感覺咯。我偶像咧就係阿周秀娜，而朋友咧就係李允榮嘅。因為咧阿娜姐咧俾我嘅感覺咧係一種好開心啦，同埋好中意表演欲嘅人啦，同埋好識打扮自己咯。咁李允咧就係好中意同我一樣好有緣分啦，好中意養動物，佢有養貓仔，我就養烏龜，而個烏龜咧就係我嗰兩隻仔仔女女，一個叫做小威廉，另一個叫小健雄㗎。對上將來咧，我希望可以做一個有成就嘅人啦，用一個音樂嘅訊息去發放自己心聲咯，去生命去影響生命咯。把好多片上目的咧，希望可以俾人哋一種開心同埋發表自己內心世界。我想俾人哋一種歡樂嘅感覺，因為我覺得咧，香港人係好多種煩惱嗰種抱怨咯。咁我希望可以從一個創作當中咧，係俾人一種開心嘅感覺，忘記煩惱咯，同埋成為大家嘅開心果咯。咁我細個咧經歷過好多唔同嘅大腦手術啦、腦積水啦、腦出血啦、小腸氣啦，但係我冇放棄過自己嘅人生咯，去積極翻去做好多唔同嘅義工活動咁樣嘅。咁咧，我爹哋媽咪咧，從來冇放棄我自己人生，又帶我去飲茶啦，成日稱呼我一個寶貝仔喎。同埋我個人咧比較好中意鋼琴啦，同埋音樂創作，去俾人哋一種開心嘅訊息咯。我覺得冇人知道聽日會發生啲咩事咯。我覺得要享受珍惜每一分每一秒，做你自己想做嘅嘢。最緊要唔好理人哋話有咩批評，最緊要自己開心，俾人哋一種開心感覺，我都已經覺得好足夠。因為我希望我演戲咧係發放自己嘅心聲咯，同埋俾人哋一種歡樂啦，儲多啲嘅經驗啦，成為一個出色嘅演藝人員啦，即係演員啦，即係成為一個出色嘅演員嘅，係啦。2蚊可以做到啲咩嘢？帶我去坐電車啊！電車都加咗價啦！2蚊帶我遊花園咩？你2張4蚊卡咩？我點做啊？我點娶老婆啊？我返屋企啦，坐車啦。司機，該。我想做一個健康嘅孩子啦，同埋我想做一個音樂家，去用一個音樂訊息去送俾每一個人，俾人哋一個開心同歡笑。我夢想希望可以達中紅館搞一個生日會，全港首創生日會係點樣呢？坐喺度嗰啲人唔係 fans，而係全部都係朋友。我想將自己失去嘅朋友呢，揾翻嚟。